新高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7日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指挥中心昨暗时临时要开记者会，因为杜某南队713个人采检的结果出来啊，搬石南顶头有4个人是阳性，所以搬石南的官兵无法度放因转去，全部的人今日爱阁采检一摆。 第3号晚8点半，指挥中心临时加开记者会，宣布潘石南顶头4名官兵确诊武汉肺炎，送去治疗。目前咱国436例确诊，潘石南就占35人。既然有验出阳性，那就全检，还要再留置。那明天就是跟今天的采检，时间过24小时以后，我们还要再采验一次。 好，那这里面这4位因为都是在磐石舰，那另外2艘应该康定跟岳飞这2个舰里面经过这样的一个检验一直都是维持是阴性。敦睦舰队另外2台，岳飞舰加康定舰总共367人，4号早起5点半开始隔离，严格以外爱自主健康管理，国防部也安排大型保守太兵，4名确诊的官兵分散伫咧3个检疫所。 指挥中心讲，这4位拢是无症状确诊者，较可能会到最后采检才发现。有可能是说他在进到检疫所的第一次采检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发病所以第一次没有验出来。那再来是过了14天之后，有可能他在这期间发病了。那但是我们在这个期间是只要有任何人有症状，都会去采检。 那因为他刚好这4位都没有症状。似乎潘石南的官兵会伫过24点钟了后，国采检第2遍，上紧找4暗会有结果。若确认是阴性，就当伫咧找5早起离开检疫所；要若是阳性，会送去治疗。国防部为着要避免未来晚份搁再发生这种代志，也伫咧准定配置简易型的核酸试剂，抑个仪器，协助军医体检诊断。 这套设备会当提供予欠缺实验室的偏远地区加离岛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关心南韩的疫情，南韩已经连续18天，直至新的病例拢无20例，所以南韩的政府已经宣布讲，因为疫情有受到控制啊，5月7日要开始放零一寡限制。严格日本疫情哪亲像也无冻点的趋势，首相安倍晋三打算要伫咧今仔日宣布要延长紧急状态到这个月底。 咱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即马已经超过35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4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中国病例有8万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加4例，目前是计共436例。香港有1039例，日本有15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美国是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已经超过118万例。 巴西超过10万例，欧洲的意大利超过21万例，西班牙是超过24万例，德国超过16万5千例，英国超过18万7千例，伊朗是超过9万7千例。美国即马大约有一半的州已经豆豆放零经济活动，民众嘛趁好天出门去行打。纽约的中央公园阁出现人阵，地区警察局派上千个警察去管制人阵，叫大家唔通伤过头挖紧。 纽约市新冠病毒病例最近继续减少。哈德逊河边贾维斯会电中心所改建的亚健病院，初一晚上最后8名患者出院，加上随时阵要收治1095名患者。医护甲军方协助人员还好病例清空。中央公园的亚健病院也停止收治新的病人，有计2礼拜了后成功退出，家庭部高兴予纽约市正规的医疗体系。 而初二是最近几礼拜以来，美东上界温暖的一天。真久无出来，纽约客纷纷出门来享受日头。中央公园的草坡顶面，拢是来野餐的人，慢跑散步的人也真多。纽约市警察局派出9000名的警力，控制互人莫伤活。纽约州州长公布讲，天气较烧热，大家一定会出门来活动，不过爱尊重防疫安全距离，必要时阵爱挂吹暗。疫情上严重的加州甲纽约州2位州长依然坚持，袂随便放宽社交甲经济活动的限制。防疫限制命令已经造成全美3000多万人无头路，地方政府压力真重。对州交伫亚洲首先重新开始经济活动，也带动全美将近半数州在咧安尼做。
在5一劳动节长假东部开放部分限制，地州批准餐厅、购物中心、电影院、图书馆开放，不过来客人数限制在原本的25%。若是感染率继续下降，5月18日开始将会进入第2阶段的复工。A lot of hungry sneakerheads come in today. We buy, sell, and trade every day, and we're back open. 镜头转来到南美洲，巴西甲委内瑞拉为着防止疫情拓开，最近分别对加牙进行限制探访甲送餐的政策，造成受刑人大不满。巴西的马纳斯州发生犯人劫持越境的事件，经过5点外钟了后，危机才解除。而委内瑞拉西部一座加加初一发生闹会暴动，造成47个人死亡，75人受伤，被暗砍为犯人盗走事件，加小人权团体要求官方解释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再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20天无看的人，前几天出现啦，两韩的军事区昨早起7点就互相开枪啊，两边是拢无人伤亡，设备嘛拢好势好势。南韩初步判断讲，北韩应该唔是挑工的，嘛有人分析讲，这摆的小战显示金正恩手头共款6军权。来看《自由时报》，嘉义铁路警察李成汉，去年7月份伫火车顶排解救军，互人毒死。嘉义地方法院讲，凶手拄着思觉失调症，精神有问题，所以一审判无罪，以50万交保。检方提出控告，法院同款裁定交保，也毋过加限制7个条件。毋过检方即嘛是以欠缺强制机制，第2摆要阁提出控告。台南高分院嘛第2摆裁定撤销交保，发回嘉义地方法院经审。来看联合报，海军独木舰队713个官兵昨昏隔离期满，要放人进前，上尾一届的采检验出有4个人是阳性。关照南顶县346个官兵今仔日爱阁采检1摆。关照南军事感染，即马确定病例计共35例。那另外2只岳飞艦也阁空定艦顶县的官兵拢无问题，所以今日透早5点半已经解除隔离。咱台湾即马已经超过20天，拢无标出本土病例，所以新北市一寡关起来公共场馆，今日开始嘛要豆豆开放啊，包括博物馆、艺文中心、图书馆。民众即马出入爱徛名、爱挂嘴罨、爱保持社交距离。提出个人证件电力系统，也是直接来写资料就使入馆。为着防疫部署，新北市对于3月下旬开始，就甲公有的封闭型场馆关起来。你看到即阵疫情较热，决定渐渐来开放，包含博物馆、艺文中心、也有图书馆的阅览室甲自修空间在内。小朋友原本的很多活动都是在图书馆，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有假日的时候可以带他们来，对，那就等政府的政策怎么样，我们就配合。很开心，看书或借书。想要入去图书馆，民众爱采实名制登记，入馆了就册、行册排队，拢要保持安全距离，并且鼓励使用消毒病菌的箱碗。阅览室甲自修室全面采用梅花素，而演讲厅甲小型演习空间继续关起来。馆内工作人员除了挂嘴罨，也要挂好目镜。实名制人流的管控，更重要，位置里面全部确保社交距离，戴口罩，量体温，从2000个座位降到900个座位，这些场馆在确保安全为底下做调整。本阶段解除禁令，有关坚守实名制，挂嘴罨甲人流管制。新北市也在测试重新开放市立体育馆。德光国民运动中心才最近运动场馆，婚姻关系讲会看疫情状况，配合中央防疫政策，逐步解除。李国勇市是讲会阁再来审慎评估。依照中央疫情管理中心的建议，参杂地方的综合状况，长照中心家人探视上面逐步放宽的措施，盘实践相关的追踪啊，还有相关的在开放场馆的态度上面，相对比较谨慎的态度来看。运动赛事的部分，那艺文活动。那甚至像在这个登山的山庄等等，那对餐饮业的部分也是。那中职联盟他们初步已经送进来的计划，大概初期会开放给观众入场的部分，大概在250人左右。对着新北市渐进开放作为，指挥中心也说明表示尊重，因为地方政府有做好空间管制甲路线规划这项目，会用逐步开放，未来看疫情进行适度调整。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关心天气，三天的连续假期，吹西南风的暖空气，天气真烧热，连暗时嘛真翕热。若这2日啦，天气嘛同款。咱来看温度，明仔载就是立夏，也毋过黄霜雨也未到规。这礼拜同款是小风风。今日明仔载2天，东部的高温大约有33度，若北部、中南部高温搁较悬。气象局已经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柑仔式的高温特报，表示讲有可能伫连续3天高温拢会降到36度，也是38度以上。若这礼拜天气拢差不多是好天，会出日头，只有过昼了后的东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毋过拜三、拜四有方面的瓦见，所以天气略略有变化，落雨的机会小可会变悬。早中到11点24分，台东的海域发生规模5.9的地震。气象局讲，未来1礼拜内无排除阁有规模4的余震。昨昏台东高温是降悬37度9，因为天气好，南环阁出现飞碟云，咱嘛做伙来看。像棉花糖吧？棉花糖，不像不像飞碟？对啊，像哦。白云形看起来敢若是飞碟。伫吹沙台东南边的天顶的云出现正特别的形，气象局解释讲，这是惯积云，天气好、较烧热时阵就会出现。台东今轮昨日温度升到37度9，也是全台湾今年到这么上悬的温度。台东昨若是热加变过，一个地牛冰新。中昼11点24，台东近海发生规模5.9的地震，深度40.4公里。那这个地震的深度相对来说是稍微有一点深，主要是因为欧亚大陆板块向东隐没到菲律宾海板块底下所引起的一个地震活动。这是台湾今年以来上大的地震，震度上大伫咧台东、花莲、嘉义、南投拢有4级。气象局讲，一礼拜内可能还有4级以上的地震。这个地区大概每1到3年大概都会有个规模5以上的地震发生，不排除在未来1周。还有可能在这个地区有规模4的地震。气象局讲，这边地震是正常的能量释放，不过地震的深度较深，所以所来有震会较少，民众免伤担心。这边地震也造成台铁水尾到富里站列车减速，车帮延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是一再表明讲，因的疫情豆豆在转好，也毋过伫东北的哈尔滨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地区官方即马下令，要求哈尔滨的民众出去买食的，袂使伫店内食，敢若会使包回去。中国的5一假期连续5天，被疫情迄个被害民众出现报复性的旅游。虽然景点实施有约制甲重量管制，也毋过像山东泰山5月初1特别太晚，疫情发源地湖北省武汉市的餐厅又开铁门迎接人客。天津活动扫码参与。天津的10间夜市也恢复营业，无愿意跳过5一大来消费了。好久没有来过，来比较放松心情，挺好，适合年轻人。现在的话，这一天得卖个1500-1600吧。在将来的不久，我相信人流会起来，带动大伙儿的消费。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5月初1新增确诊只有一个为境外移入，从疫情通报来新加初2也只有增加2件病例，其中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1例为山西本土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依照官方提供的资讯，看起来像疫情累落来，也毋过乌龙江省爆发社区团体感染，近期哈尔滨被外界看作武汉2点0。江边全部拦截啊！有网友翕到武警伫松花江烟花集庆，不准民众聚集。哈尔滨官方也发布紧急通知，初2开始禁止民众伫餐厅内底食饭，不让堂食，然后我们只能做个外卖什么的。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4月份内中国新增本土病例超过60%来自乌龙江。虽然5一连假以来，官方对外发布的病例数据乐观，乌龙江也无过新增案例。也毋过哈尔滨对餐饮业用新的防疫措施，又还显出当地疫情还未得到控制。记者综合报道。那全世界即马有真侪国家疫情嘛在转好，欧洲真侪疫情较严重的国家即马陆续拢推出要解除封锁的时间表。亲像法国，自5月11开始，要豆豆有条件恢复上课。那西班牙讲要分4个阶段，上紧伫6月底要全国解除限制。
伫西班牙的路顶，总总的人看到囡仔走走跳跳，因自3月14开始经历过全世界上严格防疫封锁，已经一日出来关了6礼拜外。4月26开始，每天会当由大人带出门，伫行街1公里范围内活动1点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28日内阁会议了，宣布全国自2到3，总共4阶段的解封计划，每一个阶段至少执行14天，也就是一个潜伏期。严格封城令拍算5月初4开始放宽，每一个自治区看家己的情形，分别进行每一个阶段，一步一步放宽各种行业。Por tanto, a finales de junio estaríamos como país en la nueva normalidad si la evolución de la epidemia está controlada en todos y cada uno de los territorios. 自3月初9开始，全国封城已经7礼拜以来2，总理孔蒂宣布重新开启经济活动的时间表。伫5月初4封城令到期了，公园、批发甲硬件制造业会当开放，有限度放宽家族互访。了几礼拜会慢慢解禁，博物馆、职业运动员训练、餐厅、酒吧、美容院。Se ami l'Italia, permettetemi di dirlo, mantieni le distanze. 法国总理菲利普4月28提出慢慢解放旧经济计划，也得到国会通过。只要每天的新增加确诊比例伫咧3000人以下，就伫5月11日，予餐厅、酒吧以外的店甲市场重新开放。小学甲托儿所的学生会当自由选择户口，每一班无超过15人。民众坐大众运输时阵爱挂嘴烟。伫南半球的纽西兰，总理阿尔登27宣布，全国3月26开始实施全面禁足封锁，进行新冠病毒社区传播。连续几天新增加确诊拢是个位数，所以甲疫情警示由上悬的第4级降到第3级。继当刚开始慢慢恢复经济活动，建筑营造业会当振动，学校、海沙堡也重新开放，餐厅会当外送加早早，和40万劳工重新登记工作。Oh, amazing. It's never tasted better. This is my second family because we spend so much time here, which is awesome. So yeah, it's great to see all familiar faces. Please stay regional and limit non-essential travel. And even though you can expand your bubble, keep it as small as possible and exclusive. 澳洲甲纽西兰同款拢是锁国限制居家令，但日的新增加确诊人数也持续降到2位数。比例上侪新南威尔斯省这礼拜开始放宽部分的行动限制，出来人拢走到邦迪海沙堡享受日头。澳洲总理莫里森的防疫加纾困政策得到肯定，市政满意度是7到68%。记者综合报道。解除限制上解欢喜的应该就是航空业，因为航空业即阵啊是稀利的，疫情豆豆等好业者嘛开始在准备要有限度恢复营业。就像欧洲的匈牙利、属计航空、维族航空对5月初开始已经恢复部分的航班。伫欧洲各国为着要迎迎武汉肺炎严格管制，或者是禁止外国游客入境的情形下，欧洲航空公司的客运航班减了90%以上，航空业者也未倒回，亦拢是硬经。业者一边向政府申请纾困，一边伫咧部分国家开始放松旅游管制时阵恢复航班。匈牙利上大的维兹航空就讲，自5月初由英国出发重新开航的航点，包括葡萄牙里斯本、北非的西班牙小地、特内里费岛。以色列泰拉维夫，也有维兹航空的根据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等东欧城市。英国媒体报道讲，恢复航班的时阵会要求机组人员做好自我防护，包括伫航行中全程挂嘴烟加手笼，也发予旅客消毒用的纸巾仔。若旅客是毋是挂嘴烟的问题，业者讲是坑到无强制。伫座位的安排，为了要做到社交距离的规范，每一班次上最是载原有载客量的2/3。旅客落飞机了，规个机舱也会消毒。不过，因为是自英国出发的航班，除了有紧急原因必须回国的公民以外，真侪欧洲国家对来自英国的旅客，亦或是采取入境了先隔离14天，或者是不准入境的规定。所以，就算维兹航空推出上价票价新台票634块的优惠，自英国出发的载客量有偌济也毋知。因为欧洲上大的联航也是维兹要挑战的对象，爱尔兰的瑞安航空，目前只敢正少量的航班继续营运到5月14，其他99%的航班拢暂时取消。重新飞航任务的时间上限要等到6月中。另外，这就是兼一日做旅行社的捷特利豪航空。
设定的时间表也甲时间差不多。疫情发生前，载客量超过4万，欧洲第一大联航易捷，即马又还是无限期停飞。来自欧盟执委会的消息显示，向来一向拢是各国的旅游旺季，所以放宽航空气温管制，6月是一个好时机。不过，也是要看武汉肺炎疫情的发展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有一个业余的改造家，甲厝内的废弃物，人买下这粪扫改造防疫物资。虽然无医学的认证，不过伊骨头壳的设计品也是真受人学咯。动作有影真熟手，甲塑胶膜解开，佮甲手机的荧幕保护带藏起嚟，一副简单的护目镜就完成了。伊是香港的囡仔7毫米设计师彭义雄，伫咧卫营的时阵冇创意，甲一寡主管回收物打造做实用的防疫工具。咁第一個咧就係佢係要用我哋屋企家居或者一啲常見嘅廢物啦，尤其是係一啲唔可以重複使用嘅。咁第二咧就係用一啲基本工具啦，唔需要用電鑽啊或者電鋸啊，或者係用膠槍，我都好少用用膠槍嚇，即係盡量用剪啊、戒啊嘅方法啦，咁就去做出嚟嘅。咁希望即係話多啲人可以嘗試到啦，唔需要一啲特別嘅工具嘅話。彭義雄為2016就開始改造主管回收物，也伫咧名冊頂懸設計嘅專業叫做糞掃手作，分享超過70件嘅作品。就算講伊製作嘅防疫工具無經過科學設計甲醫療測試，不過也因為武漢肺炎疫情，互喙罨是真欠缺，伊選擇家己嘅喙罨家己做。佢做出嚟嘅嘢咧要實用啦，咁我唔希望用啲垃圾整翻一件垃圾出嚟啦，咁所以我做嘅主要都係家庭用品為主啦，係一啲實用嘅嘢為主啦。目前也無專家學者，也是港府嘅官員，通保證彭義雄所製作嘅工具有防疫嘅效果。不過，伫咧防疫物資欠缺嘅時陣，伊嘅作品提供另外一種選擇，除了會當互糞掃減量，也通反映民眾面對疫情嘅不安。記者綜合報道。鏡頭等下，咱過來前線直接看，咱來去高雄市關心三明區一棟透天厝遭透早火燒，一口15個人攏不幸過往。透早7點外，民家大火，地點伫高雄市三明區大田街透天厝3至5樓，一日被大火燒掉。消防隊出動分推車，為懸的所在一直對民家抓水，1樓的水線也繼續拍火，將至8點火勢得到控制。消防員想要為分推車降破玻璃窗，火卻再度倒起來。消防隊繼推救出厝主翁仔某，伫1樓着急的等待，因為住伫4樓查某囝一家5個人全部掉伫火場。陸續伫8點外救出來，送醫前已經無生命現象搶救了後宣告死亡。裡面都是高溫的，他們只能躲在臥室裡面。那臥室的隔間又是易燃物的一些裝修材。所以火災量很大。透天厝厝主是前高醫姓賴院長，是南部心臟內科權威。查某囝囝婿也攏是家醫科醫師，甲2歲4歲參過會囡仔住伫4樓。消防員進入火場救援時，一家5個人攬做火。囡仔都攏往生去啊，也做無差，攏雖然就是着看到4、5歲啊。很不舍了。它的窗户都是属于类似气密窗，强化的气密窗，加上它又加装了一些铁隔窗，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没办法做破坏。上桥这厝透天厝全装有铁窗，搁加上强化玻璃，地势室内高温浓烟，消防队抢救无简单，民众多生困难。导火点技术伫2楼楼梯间，下昼2點外，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会同警方甲消防局火调科人員，正伫火場勘驗，特別針對2樓樓梯間加停留詢問消防人員。檢察官停留大約40分鐘了後，無講一句話離開。隔間格局有關係嗎？是不是電器鐵窗這一類有問題嗎？透天厝導火原因，檢方也等待釐清，也毋過初步已經排除厝外火源引起。記者綜合報道。南投信義鄉東部部落有阿舅甲外甥仔小招去阿里山拍蠟，結果外甥仔開槍，無細字去彈着阿舅，目前也在急救。
救护车紧急就头壳着枪的查甫人送入病院。嘉义县阿里山乡伫初二头才发生一件拍蜡、共断着伤的事件。南大关信义乡的姓王查甫人，甲外甥仔炸着长蜡枪，开车到阿里山乡拍蜡，外甥仔无细离开枪断着姓王查甫人的头壳。伤者正在加护病房急救当中。另外，这个死姓男子涉嫌持有非法及未申请的猎枪，狩猎的部分，我们会依这个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来移送。根据警方的调查，姓王查甫人甲外甥仔各揸一支蜡枪，半暝来到阿里山拍飞起山墙啊。不过外甥仔因为视线不良，断到姓王查甫人正边的额头，病院虽然紧急抢救，不过也是昏迷不醒，有生命危险。做的电脑断层扫描以后，发觉说其颅骨有骨折，颅内出血，颅内有异物，所以我们紧急联络送往开刀房处理。警方表示，因两个人所拿的长蜡枪拢无申请，而且来到阿里山拍蜡，也无事先向主管机关申请。虽然因拍的飞起不是保育类动物，不过也是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会依请家己县政府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个5岁大的细汉查甫囡仔，互大人苦毒。其实，这个囡仔伫8岁大时就捌受重伤，互通报安置过。哪会发生这款不幸？社会局要介入调查。一张受着虐待相片，查甫囡仔详细，互人感觉惊吓。2016迄当阵，才6个月的红仔就捌因为受着虐待，脑部甲正脚拢受伤，也通报做重大案件。囡仔互社会局强制安置，不过即马登去到原生的家庭，却又搁互义母发现耳仔甲骹腿有乌青的伤痕，怀疑是互爸母搁虐待，就紧通报互社会局。3月的时候，保姆那边有发现说他又受伤，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处理一下，就是他大概就是耳朵跟脚那边有伤势。台南市社会局表示，今年3月初经过评估会议讨论了，认为若加强关怀辅导，同意这个查甫囡仔转去到原生的家庭。不过，即马煞互人发现有新的伤势，爸母煞坚持讲是查甫囡仔捌动过脑部的手术，走路袂知跌倒造成的。社会局为着安全的问题，就甲囡仔强制安置，也启动相关的调查。返家以后又有伤势，那虽然不知道伤势从哪边来的，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小孩子可以比较安全，那我们就先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先安置。社会局讲，目前是以专案处理，照儿童甲少年福利与专业保障法紧急甲这个查甫囡仔安置。不过，根据社会局的资料显示，这个查甫囡仔的家庭是低收入户，老母也有中度身心障碍手册，厝内底兄弟姊妹也有发展慢的问题。外界是唔知影为虾米要互这个查甫囡仔转去到原生的家庭。不过，社会局强调会搁照调查的结果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抓到有人囤医疗喙罨，才甲一个喙罨以20块钱摕去市面上卖。警察追查查到超过50万的喙罨，嘛抓到7个嫌犯，即马拢送法办。警方人员一直咧清点，一个调甲比人较悬的纸箱啊，内底装的拢是防疫爱用的喙罨。警方接到报案，讲有人囤真多，结果以比市价较悬的价钱卖出去，趁防疫期间要甲伊大赚一个。有人利用社群网络软体来兜售医疗用口罩，那而且价格是高于市价。那我们在接获这个情资之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行动搜证。新竹市联合台中桃园这个所在检警人员来追查，先是在4月29查到4号查甫人甲女朋友，伊每是咧16到20块，咧卖互亲戚朋友。所来查到卖喙罨互2个人的姓李的查甫人，并且伫伊的小客车后车厢查到6000外的喙罨。检警顺着线索一直查去，查到位伫桃园的上游姓钟甲姓卢的2个人，也个卖喙罨的大盘位在台中市的仓库。总计拘提王姓嫌疑人7人到案，查扣医疗用口罩51万片，全案依法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检警表示，后续的牵调对查喙罨来源加强会工厂，并且呼吁大众碰价来卖这防疫物资，应依法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0万块以下罚金。民众千万唔通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有一项研究，摕意大利去喂着武汉肺炎病毒的死者，这资料来做分析，发现讲死者因为得着武汉肺炎，平均的岁数减10年。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由苏格兰公共卫生局甲格拉斯哥大学组成的研究团队，以意大利武汉肺炎死亡者资料库分析，纳入死者甲其他病史，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甲其他心血管疾病，甲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寿命、年限量表比较分析这比例。男性死者平均减活13年，女性减活11年。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2%到4%之间，这个是比一般的呼吸道感染还要高很多。那另外一方面是说，所有的感染症引起身体发炎的时候，它都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后遗症。新冠肺炎的话，比较严重的后遗症就是肺纤维化，肺部的那个换气功能不佳，可能会导致以后容易发生肺炎，寿命就会减短。专家分析，新冠肺炎后遗症症状不容忽视，而国际疫情也未完全平息，所以境外移入风险依然继续。拜六台湾阁出现确诊病人，终止连续6天的零确诊。因此认为防疫工作也是不能放松。境外移入的病例还是有，那我们前一阵子有差不多9例的没有明显传染源的社区感染，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们除了还是继续加强境外的检疫之外呢，在那个社区里面活动，还是要注意个人的防护，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个不明传染源的一个社区感染。对着敦睦舰队隔离观测期满无爆发大规模感染，医师分析，因为确诊者拢较少年，症状相对较轻，传播力较低。另外，民众也大家拢有挂嘴暗的习惯，对着降低传播风险也有帮助。记者慈宏报道。咱来关心疫情影响各行各业，嘛影响济劳工的收入。今仔日公司台期待新闻专题要带乡亲来关心，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真侪进香挂香拢取消啊。疫情毋但对民间的信仰有影响，顶头一寡北管的艺术，因即马收入嘛对咧求罪。歌吹声一本落都有闹热起鼓的气氛。不过疫情期间，大多数民俗的活动拢是延期，也是取消，即马听起来有淡薄仔稀微。因为你这个社会你无趁钱就袂生存，那现在无需要，对不？啊，但是有什么门路？今年大甲马、白沙屯马进香拢取消，上山马出巡13家庄，规模嘛缩小，改做火车游行。好佳在暗时的写生戏，大开民众拢挂嘴暗，阁会使小看闹热一个。台北临安社的北管先生蔡明良表示，伊出顶头超过30档，是头一遍拄到这款情形。这边来应付，这无得应付啊！大环境就是安尼，免来应付，对吧？你讲计程车是政府补助啊，阮要来谁补助？台北城内传承100年的顶头职业店第3代的金创伟表示，即卖收入存无到应过的一成。连续出门差头几百倍，影响的范围包括艺术啦，还有一寡有路无厝的游民啦，因为咱有需求，嘛是请来斗3工安尼。民间信仰有一套地方的产业链，靠这食青的人嘛袂少。专门来研究台湾民俗的学者文忠汉国算，全台湾一年有4万团的进香团，2天一暝，一组轿班2团顶头4台游览车，基本的开销就要30万。其中6成的进香团拢集中伫咧农历3月底进前。今年第一季的进香团减少1半以上，保守估计产值减少36亿。啊，咱讲这个36亿的这个部分，佫是只是基本的尔，吼，比如大型的庙会，吼，像讲大家镇南宫啊，也是白沙屯妈祖，伊迄种较大型的，迄个经济的情形吼，不计基数啦，吼，其实这是影响的全面真快。艺术出顶头是算场的，大多数拢无落保，加上是口头约定，真歹符合即马政府纾困的书面要求。不少人是靠咧做散工，也是四个借钱来过日。即马因敢若期待等待疫情过去，搁一遍吹闹热的鼓吹声，对着新民的脚步来顺这片土地的平安。记者由陈长玉水台北报道。啊，
那婚礼的6帮马取消出巡，今年过路的活动是简单办理。即阵嘛要游览车载香客去拜拜啊，所以南投德山的指南宫参香的民众嘛减真侪。庙前广场也阁有商店街的人拢无偌济，连少发财金的服务中心也无看到排队的信徒。香火真旺的南投德山指南宫，每到假日会当讲是人山人海，连停车场拢爱排队。也毋过即摆5月连假人数却无像以前，庙方统计甲以往比至少少一半人。较早啊，像这连续驾驶员的吼，一天拢车5-6万人，有对吧？即摆来我看起来吼，大概检查要1半，才存在2-3万人。庙方观察，家己开车前往的民众并无减少，也毋过游览车团客却剩无到1成，应该是民众烦恼坐游览车有团体感染的风险，规矩就暂时卖来自南宫拜拜。人潮应该是比往年的这个人价吼会少了一些啦，因为往年啦就这个游览车吼，大概一天都有200多部，啊，昨天哦就3部，啊前天1部，所以讲迄个游览车的人数就减真济去啊。本年6帮马祖过路西景活动，当年拢有超过10万人参加。也毋过今年因为疫情，烦恼造成团体感染风险，头一摆取消西景活动，只有过路仪式如期进行。整个活动仪式简化，参与活动的工作人员拢爱挂吹暗，并且爱量体温。前3日透早，由婚姻馆长张连生等人踮起马炮过路活动正式开始。那简化时阵文武交接的流程，所有过路人员拢爱签名登记，并且管控参加人数。伫维持传统宗教活动的同时，也爱将防疫做到8九九。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日月潭的景盛楼大饭店是咱台湾以一间公庙经营的观光饭店。即阵受疫情影响，饭店已经损失2000多万，业者挡袂牢啊，决定5月1日要甲饭店收起来。5月连假加上国内疫情有较好，真侪民众来到日月潭行行咧。虽然日月潭目前属于淡水期，嘛是无影响民众出来佚佗的心情。不过当地老牌主的景盛楼大饭店，煞突然间传出要经营到5月26号，员工拢感觉真唔甘。因为我们都有感情了啊，对呀，住这边也蛮近的啦。业者表示，景盛楼大饭店早年是文武庙的商客大楼，后来经过南投县府的辅导，转型做合法的观光饭店，是全国唯一由公庙直营的饭店，经营已经超过30年。不过为陆客减少了后，近2-3年继续累积亏损，今年搁再加上疫情的影响，亏损达到2000多万。目前有2个方案，一个是整栋出租，就是延续来经营；第二个就是整栋拆掉，重新盖比较高档的一个饭店来提供服务。目前他那个大量解雇劳工的计划里面是有达成相关的决议如果说将来还是有劳资争议的话那也欢迎来我们社劳处这边来申请劳资争议的调解。景盛楼唔那是日月潭风景区第一间因为疫情停业的饭店，嘛是南投县的第一间。统计总共有26个员工会被租欠，业者已经协助部分的员工转移到当地其他的饭店。业者强调一定会遵守劳基法相关的规定，确保员工应该有的权益。记者南投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赶快来看，这食起来亲像虎脊骨、青甜，还有牛奶香的牛奶果，是越南、泰国正常看到的果子。伫咧台湾是无啥普遍，搁伫南投的个盛香果子农叶光华20多当前，伊就开始种啊，而且伊种出兴趣。即摆伫个果子园有200多丛，是个盛香产量上界大的牛奶果的果子农。把土地啊挑落来，一粒形体圆圆、结甲色皮的果子，号做金针果。看起来和四季果的形体袂同啊袂同。甲伊切开了后，牛奶色的汁流出来，佮闻会到牛奶的香气，所以也有人叫伊牛奶果。3月到5月，当时牛奶果大出。南投县各盛香的果子农讲，因为大部分的牛奶果拢是对越南和泰国引入来种的，所以其实有真侪台湾人拢唔捌食过这项清甜佮软 Q 的果子。越南新住民他们他们的吃法就是他整颗这样揉一揉，出汤料安尼吃热汤，安尼再吃。
讲起种牛奶果，叶公华讲，家己自本是外行外路，因为过去伊是伫咧石门村种葡萄，20多年前因为有亲戚送伊牛奶果的树栽，伊怎种出兴趣，佮发出较矮的树丛，较好修剪。即阵伊种的牛奶果有1公顷，超过200丛，伊也变做是国姓乡种上介多牛奶果的人。这几年新住民相当多，所以说整个消费市场几乎都是新住民越南朋友他们在消费。目前的价格，黄金果的价格是还蛮平稳的，希望说，有兴趣的农民可以少量的试种看看。国姓乡公所农经科的科长郭俊良表示，伫咧台湾种牛奶果的人无多，不过台湾烧热的天气真适合种，估计这特级品一斤会当卖100块，也因为牛奶果有真侪蛋白质和铁质，营养分真悬，所以这几年也互人注目，未来会真抢市。记者综合报道。有影是行行出状元，金门科技大学的学生囡仔廖正武，伊做技能歌，做甲伫世界吊顶，伊的作品摕到今年德国奥林匹克拄格大赛金牌。两座山中有一道水墙，头前有3只恐龙，逐项拢做甲真有路，规个画面亲像是真的，互人想袂到讲这是一粒用翻腾的机卡所做的技能歌。这是金门科大学生廖正武的作品，得到今年德国 IKA 奥林匹克拄格大赛的金牌。很少有人把那个整个景，然后把它做出来，前后加一加大概4个月左右。国际赛还蛮注重比例的，对，就是比例要合乎。像翻糖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是综合的领域，不止烘焙，它也就是像我们大学也要学色彩学啊，然后一些别科系的。廖正武讲，干那研究比例就开真侪时间，制作的过程前后后无用4个多月。廖正武的指导老师讲，学校提供设备，伊家己嘛真用心咧练习，佮加上学校的奖励制度和教育部的补助，才摕到这边的好成绩。这个是一个世界杯的，就像你讲的是奥斯卡，真的是奥斯卡。那他能够在大四能够得到这个奖，其实就是在金门科大一个奖励制度之下，能够脱颖而出。学表成绩，伊嘛登去高中的学校，和学弟和妹来分享经验。廖正武讲，坚定目标向前行，成绩就伫遐。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一寡较弱势囡仔，会当透过学在艺有搁较多元的发展，训练的家护中心卫生立正鼓队，训练这囡仔体力甲团队合作。今年8月份，这群囡仔按算要去国父纪念馆演出。鼓声响起，囡仔兄囡仔姐气势十足，随落也阁有人狮表演。欢迎家护中心希望学园范庭正鼓队的小朋友，当伫咧替8月份要去国父纪念馆表演做练习。队长讲，大家做伙练弄鼓的技巧，也培养团结的心，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演出。我们其实住在机构的小孩，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弱小，我们也有发扬光大的一面。为着关心伫咧厝比较较无温暖，甚至捌去互亲人欺负、伤害过的囡仔，婚姻家护中心伫咧20多年前向各界募款，设置个合作希望家园，收容儿童甲少年的保护机构。店家有老师甲社工设计各项在家活动，互小朋友的生活有一个方向。正鼓队就是其中一款。而到现在，他们会很理性的跟对方去沟通，这是我觉得他们进步最大的地方。109年的8月16号，即将到国父纪念馆去进行一个音乐会的表演，然后到时候是一个售票的演出，欢迎大家一起来看这场表演。看到少年兄、少年姐对生活有愿望，也有向前的动力，陪伴因行过人生一段路的老师甲社工，也替因真欢喜，也望众人进入社会了后，会使会记得这份打拼的精神，甲路愈行愈宽。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乡亲敢有看过用石头做纸？牛石龟是乌手出身的少年时，为着要学新的一寡技术，伊一年是带过50多间工厂。自本是做塑胶乐啊，开始进一步研究用石头做纸。但以石头做的纸，国内外拢有名声。而且连这款石头纸，美国的白宫拢爱用。按文化新眼界，咱就来看牛石龟董事长伊创业的故事。伫纸面顶写字，袂手甲纸放入去水内底 ，magic。这
尔神奇，墨水竟然未倒开，到底是虾米纸这么厉害？原来这是一种用大理石石头加塑胶做出来的复合纸，或者石头纸，牛石灰牛等的，用10多年的时间研发，生产线就伫咱台南。这个是第一代做料啊，做纸料啊，哦，那是石头粉有40%，那个手机才20%呢，加这龙头180度左右。大理石挖做石头釉粉，温度吹落去，就变做石头纸的原料，纸粒啊。纸粒啊，佮经过高压的风灌过来压缩，袂像油和春倒无了后，就法度互纸有更较好的吸墨性，嘛会使防水静电。这是规个机台的全自动的自动计量系统，等于数位化把所有的计量拢自动的连续式的，唔是讲一飞落来。经过时间的演变，石头纸的机器嘛有进化。木匠迄种纸，甲咱这个石头纸真正无共款，无共。所以会当这个开发这个第2代啊，当原料各种原料放落，经过几工程出来，家染做，家染线料出来，才着裁一张一张。就变一年，就当包装，就包就要出口啊，就要再去人家遐互伊用啊。做石头纸的机械已经来到第3代，是哪做哪大。牛党的甲团队想要打造更较大的经济规模。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台湾的东海岸有17个外国来的身躯奉献因的一生，伫咧部落照顾一寡较弱势的台湾人。当有博物馆的负责人就甲因的故事收做一本册，要感谢因的付出。伫台湾上界偏远的东海岸，有一寡外国天才来台湾奉献一生，照顾困苦的百姓甲精神邻家的社会弱势。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以文字甲影像记录这来自法国神父的感动事迹，推出新册《台湾东海岸的法国牧者》。担任共同主编，也是故事主角之一的神父老一峰，看到新册出版，一直讲感动感谢。我先是感动，第二是感谢像在部落的老百姓的生活，我们也觉得他们都很可爱，我们也变成他们的一份子。来台湾50多年，已经规划台湾籍的79岁老一峰，秉持无人是废物，更加无任何人应该被放弃的大爱，在玉里天主堂收容身心障碍人士，也长期照顾精神灵，家己一个人带老人这弱势。伊的大爱，互当地人叫做玉里的法国爸爸，牺牲奉献超过半世纪，有反笑嘛目屎。进前伊用来带到启智中心学员做资源回收的回收场，互回收了，一摆考验，伊依然勇敢带到这囡仔重新向前行。不跋涉地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从最原始基本的语言开始学起，然后以服务为目的，帮助社会上贫苦弱势的人。新册以文字甲影像详细记录17名法国神父在东海岸奉献的身影。除了传教以外，更加多是亲入当地甲民众互动，来呈现这外国神父对部落用心。而卖册收入会转属交予老一峰神父的基金会，让这份爱心继续蔓延，帮助更加多社会弱势人。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色，世界嘛真有情。阿根廷哥伦布剧院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停止所有演出，所以剧院的工作人员就甲资本伫咧做舞台道具甲衫裤的生产线，即马改良做翠暗的生产。大礼拜会当生产1500翠暗，要献予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高等的天棚壁画、美地形的大厅，这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哥伦布歌剧院，和国家地理杂志评定是全世界10大歌剧院之一。不过因为疫情关系，阿根廷封城，等个活动拢停来，普通是伫咧制作舞台顶所有服装道具的工作坊是无闲来。Esta es una fábrica de sueños y de ilusiones
es que todo lo que tengamos que hacer, todo lo que se ve arriba del escenario, todo lo que se ve cuando se abre el telón, se fabrica aquí. 保证好各界请起来，各印专属的剧院 logo，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哥伦布剧院水淹就好啊。若是剧场的采访，包括布景、特效加舞台机械工作人员超过50人来赶工生产水淹。目前每礼拜会当生产1500个水淹，关乎伫咧第一线对抗疫情的医护加志工。 Con respecto a lo que yo siento, siento la misma alegría que siento cuando hago vestuarios. Para mí es el mismo orgullo, con las mismas ganas. O un concierto o un ballet. Al máximo de nivel de excelencia, de exigencia. Lo único que hoy la excelencia no está en la nota o en el paso. 哥伦布剧院除了组成水淹志工队，也伫每礼拜日的暗时提供观众用线上串流的方式收看歌剧，和看袂到疫情结束的民众淡薄希望。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伫英国是有一个打做100岁生日的老阿公，伊发起伫因兜的庙。 因兜行100年的募款的活动，结果呢，伊募到3200多万英镑。这个阿公即马佮甲音乐剧的天王做伙唱一首歌，这首歌是要鼓励大家歌，即马嘛伫英国的流行音乐界是抢到第1名。Hello, how are you? I'm good. I just need to say congratulations because you are the UK's official #1. That really is truly amazing, isn't it? 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大家拢真惊吓不安的时阵，体育军官汤姆尔阿公真侪鼓励英国人的人物。伊含歌手迈克波尔加 NHS 合唱团所翻唱的经典老歌《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被给你英国流行音乐单曲排行的头名。Thank you for giving him a #1 on his 100th birthday. 99岁摩尔阿公为着替防疫人员 NHS 加油，看助兴趣伫厝的后花园行100年募款，感动真侪人。到4月底已经募到3000万英镑，并且佫创下2项世界纪录。One day when things get better, and rather as the song which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the sun will shine again, and then we will never ever walk alone. Walk on through the wind. Walk on through the rain. Though your dreams be tossed and blown. Walk on with hope in your heart, and you'll never. 摩尔阿公感动真侪人，4月30以100岁生日之前，收到全国所寄来的12万外张的生日卡片，个人伫内底放现金，加强国加6万英镑的捐款。记者综合报道。有影感动人心。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2天同款天气真烧热，气象局是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感冒式的高温特报，大家爱洗衣、爱加啉水。所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4度，上悬有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4度，上悬有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2度到31度。感谢收听收看，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再会。